弟兄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咱甲到主的圣殿来同心敬拜主。虽然即摆外口疫情真严重，总是咱永远带着一个平安的心、欢喜的心来到主的圣殿敬拜主。咱先有一段时间来默想，来预备咱的心，来调见咱的主。是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心命，帮助我生活中的忧愁，我出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世间虽有劳苦重担，兄弟姊妹，咱生活中充满切切的重担、忧愁、烦恼。总是顶礼拜是咱主搁我的日子，主搁我的生命，刚好进入伫你的生命中间。希望这个现实的世界中间有侪侪挑战，总是咱的心内底要有愿望，要有活命。愿主将迄个新的画面，要进入伫你的生命中间，成做你的愿望，成做你的快乐。这是我邀请咱兄弟为着你家己来祈祷，将你家己一礼拜中间爱感恩的代志献上感恩，啊，将你家己所犯的罪献上你的悔改认罪，将这的重担，将这的困难，拢带到主的宝座前，求主透帮咱。享受咱有自由的生命，咱开声为你家己来准备，来感谢。主耶稣，感谢到你，求你来充满在我的中间。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互阮得到你的保守，保守的光恩。主，阮将这一切献上阮的感谢。主耶稣，求你的保守看顾阮。阮知影安怎来保守看顾阮家己的心。主，阮是活命的主，你是阮的活命，你是阮的愿望，都是阮将阮家己献上阮的代祷。主啊，求你赦免阮所犯的罪过，我来到你面前，坦然无惧的来到你面前。主耶稣，你来洗清阮，你来帮助阮，你来洁净阮，我搁一届得到你的自由和充满，我感谢到你。煞接咱来为着咱家己的亲人来代祷，为着你的家庭、你的细囝，因伫这个社会中间，嘛要面对侪侪挑战。
求主将活命、将平安赏赐予你的家庭。这时咱来开声为你的细囝、为你的家庭来献上代祷。主要说感谢你，希望你保守看顾阮，和阮的家庭，和阮显露仰望伫你的手中。愿主你保守因伫美国的生活，互咱常常敬畏你，因带靠因头前的道路。主啊，求主你保守因伫美国拢都得你的保守。主啊，将靠阮安咱仰望伫手中。求主你俾看你的面色。主啊，所你的看顾因，祝福因头前的道路，因带因包括爸爸的生活身体。你的保守，主啊，感谢你，阿你。是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里，来到我的生命，换出我生活中的忧愁。换出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就自由，世间虽有乐可当当，主的心的互我自由。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就自由，世间虽有乐可当当，主的心的互我自由。咱今日有教会异地的时间。咱的会友中间有一个身体，也是心灵受到捆绑。咱求主的灵来充满伫咱今仔祈祷中间，好帮主的医治，好帮主的安慰伫遮受祈祷的人。愿主的圣灵充满伫咱的中间。我哋为了牧师，为了这代祷者，求主透过因的开展，来将做这个兄弟姊妹的帮助。阮特别为这个代志献上咱的感谢。主啊，所感谢你，你的灵来充满伫阮嘅时间。哦，主啊，所你异地灵来充满伫阮的中间。主啊，所你透过你异地的开展，现今日的阮有需要恁姊妹中间。主啊，所感谢你，你的灵来充满伫阮的祈祷。主啊，所透过你的祈祷，主啊，求主你帮助阮，我哋的帮助我，我甲一切的工，感谢你，所感谢感谢。咱煞只为着咱台湾的安全，甲咱最近疫情开始咧发展啦，吼，咱一个人心无平安，求主来帮助咱。这段时间有挑战的时间，保守咱的身体拢平安，心嘛平安。特别咱即摆物资嘛起价，咱一个人生活有一个挑战，求主来祝福咱所有兄弟姊妹。这段时间，咱为了台湾继续祈祷，愿主来祝福，看咱台湾头前的道路，咱开声来祈祷。主啊，所感谢你，你灵来充满伫阮的台湾中间，求主你保守看顾，求主你保守看顾阮这个民族。主啊，所世间所有的苦难，主唔是求主你帮助阮，互阮在你的家庭带领。求主你保守阮，互阮台湾伫你这段疫情中间，有经过你的带领，来经过你的保守，主啊，所心有平安，互阮在面咱伫这个所在来仰望你。主啊，求主你保守看顾阮，所感谢你，求主保守看顾阮。是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里，来到我的生命，看出我生活中的忧愁，带出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
咱台湾面对这困难时阵，咱阁看到伫战争中间的乌克兰、乌克兰，咱会感觉咱的台湾真幸福。咱看到这些百姓伫乌克兰，因的厝、因的亲人，伊所有拥有拢一切拢失去了。咱特别这时来为因来祈祷，求主来怜悯，来看顾这是战争中的百姓。咱求主，让这个战争会当紧紧煞落来，享受和平伫因的中间。咱开声来祈祷。主啊，所有感谢你，主啊，各地的主领我哋往中间，做来享受因伫战争中间，然后切切得到你的保守看顾。主啊，所求这里持续来创造我们帮助，主你来帮助我，我能透过这的力量来的。主啊，所求谢谢，主啊，所求你。主啊，所你是享受阮自由的神。主啊，所当你的生命进入阮的生命中间的时阵，求你来坚固阮的心，互你因为领受这份的福分，互你的心坚定有盼望。伫这社会中间有济济挑战，伫疫情中间有济济挑战，伫这世界混乱的时阵有济济挑战，总是阮心徛在，因为主你真做阮的盼望。就来阮伫这困难、落苦、重担时阵，主你将真正的自由享受阮，感谢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是咱啊，唱一首的诗歌来献上咱的代祷。所要对你圣所来举手恳求，我要对你的圣所举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摇摆的你面前，正做你我你的罪。每一个人举手祈祷时阵，咱就是一个献祭。所以姊妹，咱来到主的面前献上你的祈祷。你有听福音教会无？这时我要邀请咱为了咱的教会来祈祷。我咱的福音教会是充满热情敬拜，会向感恩而乐的教会。我咱的教会是一间充满祈祷声音的教会。也互咱的教会，咱真做一个愿意分享福音、带人归主的教会。相是愿福音教会是一间有主的同在，充满主荣耀、权能彰显的教会。咱这时来开声，为着咱所听的福音教会来祈祷。主啊，所感谢你，你灵要充满伫阮的中间。主啊，所求你灵来充满阮的热情的敬拜教会，让感恩而乐的教会。主啊，所互阮的福音教会成做一个祈祷声音的教会。主啊，所阮的教会能成为一个充满宣告的情来归主教会。主啊，所求你也帮助我，阮的教会能充满主你听，你的灵要充满伫阮的中间。主啊，所感谢你。
邀请咱的兄弟姊妹啊，为着咱的教会所有兄弟姊妹来祈祷，特别为着咱的牧者，为着咱的长职来祈祷。上次啊，为着咱牧养的系统，咱有乡里团契，有各部区，有小组长，有助理2的校长，咱为这的同工来祈祷。上次啊，为着咱服侍的团队来祈祷，互咱这熟练的核心的同工，拢用欢喜的心，带着主的开力，谦卑顺服来服侍，咱开声来祈祷。这上感谢你，你的全万方的教会，所有事情赞美，我感谢你，求帮助我们让主教会做难有力的教会的全部的人就好了。主要是给你做不完全的感谢。主要说感谢了你，你听富强教会超过我每一个人。主要说你听我富强教会，你对富强教会有一个真深真深的命定计划。主要是希望为着阮的牧师、阮的长职来祈祷，啊为着阮所有的区长、小组长、团长祈祷，求主你祝福高抹因的手，互因带着顺服。带着谦卑的灵来服侍你，我靠你的开力，不是我靠人的开力。求主你也祝福阮富强教会，会当成做一间充满热情敬拜的教会，会当成为主同在、充满主开力的教会。主要说，阮将阮的教献上，阮的祈祷，阮努力压力，互你来祝福，感谢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咱请人起立，来唱一首的诗歌，你欢喜的节。咱每一届的敬拜，就是你献祭；每一届的敬拜，就是将你家己献祭伫主的面前。你要献上你的时间，献上你的金钱，献上你的温素，献上你敬拜的心。只是我邀请咱兄弟姊妹，你伫主的面前，将你家己献正做一个祭，献上伫主面前，来主来献上你一生，咱开声来祈祷。主啊，上感谢你的力量来充满伫阮的教会中间。主，阮将阮家己献上你的面前，将阮的性命、将阮的金钱、将阮的费力、将阮的温素，哦，主啊，所有完全放伫你面前，成做一个欢喜的在你面前。主啊，所求主你安让伫阮每一个人兄姊妹献祭。主啊，主阮感谢你，主耶稣你富足的望。也请咱兄姊妹为着咱今日的聚会来祈祷，特别为着咱牧师会讲道来献上咱的祈祷。透过牧师的讲道，要将主话命带来开力，来更新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咱只是为了咱今日的聚会，无论伫咱的现场、伫线顶的，拢得到主的祝福和带领。咱开声来祈祷。
主啊，所感谢你，感谢你，有荣耀，所有谢谢大家，将一切恩典都从我这里面去，谢谢你，从我这里面去，奉献来给你的经历，主啊，所感谢了你，我们将一切荣耀要归给你。我哋的顺境、逆境，我哋要开声来学罗主，就做你荣耀充满伫我哋嘅敬拜中间。我哋感谢上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一切荣耀学罗主，哈利路亚。一切荣耀学罗，拢归我主我的好。你是看的真尊高了，咱着大声唱歌，学了耶稣信仰。哈利路亚，一切荣耀了主，哈利路亚，一切荣耀了，拢归我主我的好。你是看的真尊高了。唱歌，学了耶稣信仰，哈利路亚，学了主，哈利路亚，学了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学了主，哈利路亚，学了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荣耀，主耶稣将一切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你是看的尊重高了，咱着大声唱歌，学了耶稣信仰。哈利路亚，学了主，哈利路亚，学了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学了主，哈利路亚，学了主，哈利路亚。主的面前，一切荣耀学了，拢归我主我的好。伊是看的尊重甲学了，咱着大声唱歌，学了耶稣信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学了主，哈利路亚，学了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学了主，哈利路亚，学了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学了主，哈利。主啊，所感谢你，我们将家己正做一个活祭，献伫主的面前。我
心切切希望你主，我要紧紧跟对你，你稳定甲主爱永无停止，你信实的羔羊我。切切希望你，我心切切希望你主，我你紧紧跟对你，你稳定甲主爱永无停止，你信实的羔羊我。所有献上我一生来给你。耶稣，主耶稣，救赎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救赎我一生。耶稣。将你家己献伫主的面前，耶稣，主耶稣，救赎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救赎我一生。救赎。唱圣诗，
句圣诗135首，救赎愿你成我牧者。愿主求你做我牧者，愿我可你扶持，带到草坡我领家，陪伴油条来保庇，求主耶稣，求主耶稣，你收回我归属你，求主耶稣，求主耶稣，你收回我归属你，愿大小你安稳主宰，你为春秋来保护，求愿拖你对敌航海，引带是要归家路，求主耶稣，求主耶稣，你收回阮归属你，求主耶稣，求主耶稣，你收回阮归属你，愿要细汉爱情爱你，来要听他你命令，心爱比万谈家哪里，何里无有这最伤？求主耶稣，求主耶稣，愿你听阮到永远。求主耶稣，求主耶稣，愿你听阮到永远。阿门。天顶的主，阮的上帝，愿你做阮的牧者，是阮伫艰难、伫人生的脚步有跌倒的时，你是阮的倚靠，你是阮的拯救。伫这个大环境、最的挑战甲困难的时，主你是阮的帮助甲气力。天顶的上帝，伫这个时刻，阮组织伫你的圣殿的敬拜你。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虽然犹原疫情搁一遍的这个兴起，总是阮犹原伫你面前要坚心敬拜。是你主，阮知伫你的听下面，我们享受着主你的快乐、信心甲平安。伫你的主，无论是伫现场实体的礼拜，也是伫线顶做者兄弟甲阮同心的聚会，愿你圣神拢白白高抹扶持。因带甲帮助，互阮逐个人有较无的心领受你的话语，用懊恼甲敬拜，用祈祷甲恳求，摆在你的面前，互阮甲主更较亲近。你圣神的开力，每一个来甲阮保护，甲阮扶持，甲阮启示，对阮来讲话。阮求你带领阮今仔日的2场的敬拜，对头到尾，上帝你的保护、引带甲带领，拢伫阮的中间。主，我们要学习，主甲是阮的祈祷文，我们同心齐声来祈祷。愿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你行，你天日亲是天日。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你助阮一日去，就叫阮脱离个歹。一日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启应，
请咱掀开周报第11页，启用文第54篇，咱三甲来启用。心灵善食的人真有福气，忧伤的人真有福气，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咬喙焦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熬人民的人真有福气，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这是咱三甲来祈祷。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宰，天顶地下拢充满你的荣耀。你是荣耀的神，你是生命的主，你赢过死亡的权柄。你也互阮甲你的福分必成有存。你死是为阮的过犯，你搁活是互阮称义，互阮会当用罪来死，会当用义来活。求你使生命的活水伫阮中间，灌压阮的心，搁使搁活的能力，互阮活咧，无搁为着家己，乃是伫你的。因为你活伫阮的生命中间，主耶稣，当阮被黑暗压制、压榨、患难临到时，求你扶持阮、安慰阮、光照阮，互阮确信搁活伫你，生命也在你，既信你的也的确搁活。因为你掌握死亡甲阴间的锁匙，当末日降临的时，阮拢要对死而搁活。得到搁活荣耀的身体，得到享受永远搁活的快乐。主啊，求你照你的应允，记留伫基督内底，旧的事拢已经过，拢成做新的。当离使有偌远，你叫阮离过犯也有偌远。求用你十字架所留的宝血，洗净阮一切的过犯，赦免阮主般的不义。接近阮的心思意念，接近阮的眼光，无搁看迄无该看的；接近阮的耳孔，无搁听迄不该听的；接近阮的骹手，无搁做迄无该做，无再搁做迄无该行的事。互阮伫你的内面有正直的灵，求你断开一切的锁链，医治迄有病痛，搁叫软弱的成做刚强，丧向的得到富足。忧伤的得到安慰，既劳苦背担担的得到安息。主啊，伫这疫情持续的时刻，你恳求你医治所有被感染的人，互因早日来康复，脱离病痛。也求你春秋主爱双手，互疫情紧紧得到控制，莫搁扩大。互侪侪因为疫情受到生活受到困难。无方便的人，主啊，求你怜悯，保守因身心灵拢得到健康。主啊，阮嘛要为着乌克兰这个国家献上阮的祈祷，求主你的平安临到这个所在，保守伫战争中的百姓会当得到你的看顾佮保守。伫艰难时，主啊，你的平安甲圆满拢临到因的中间。主啊，要将今仔日的聚会全然交托伫你的圣手，你亲自来祝福今仔日的聚会，你的宝座就设伫即个所在，你亲自看顾保守参加聚会所有兄弟姊妹，拢有一粒渴慕的心，来圣殿来寻求你的面，将你的疼献上全心全灵的敬拜。主，恳求你信心因带规个礼拜过程，互夏牧师今仔所传讲的信息，成做阮灵命的美牛。求主保护、看顾、保守阮的心思意念，拢用你来拍开。
将今仔日的礼拜敬拜全然交托伫你的面前。阮安尼恳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免。主求你明远，主求你明远，主求你明远。享受上帝的话，今仔圣经节。伫路加福音24章28到35节，我来强读。因伫马到所要去迄个庄头，耶稣若亲像要继续行，毋过因两个强强大楼讲，日头一定落山，天暗啦，请教阮住。耶稣就入去教因住。第30节，耶稣教因坐倒的时，摕饼感谢，然后擘开分互因。因的目睭开，认着伊。伊忽然对因面前消失。因就互相讲，伊伫路中甲咱讲话，甲咱讲明圣经的时，咱的心也无亲像火咧倒。因随时出发，倒转去耶路撒冷，看到遐11个使徒甲其他的人聚集伫遐咧讲，主真正搁我啦！伊一定有出现，互西门看。迄两个人就将伫路中所发生的代志，甲耶稣伫擘饼的时，因遮认着伊的经过，拢讲互因听。以上。献诗，今仔献诗，因为疫情的关系，咱是用影音来献诗。献诗的曲仔是“阮伫天顶的爸”，我们在天上的父，是用华语来献。献诗煞，咱请牧师来讲道。牧师今仔要讲道的，要传讲的信息是：眼开心热，生命更新。感谢发自我的心。
姊妹，大家早平安。咱真感谢主，互咱虽然疫情又还阁有新的一个威胁，总是咱心有一个稳定甲平安。因为咱知影上帝要甲咱同在，咱已经经过几若关，咱确实即关上帝嘛要甲咱保护。总是愿主，互咱有迄个警醒、细致，会当平安来度过最上新的即个疫情的干扰，大家会当恢复正常甲平安。咱要分享主话之前，搁一遍咱同心来祈祷。主爱主，感谢你听阮，恩典伫阮中间，阮虽然有疫情的威胁，总是有阮会当勉强，阮会当顺遂平安正常来过日子。主，阮确信你甲阮同在，阮心就无惊吓。阮也要通过你的话来学习，主你的话成就阮的快乐甲帮助。阮看见上帝的同在，迄个喜乐甲平安，也通领受这个话语，成就阮人生的美良活命的快乐。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在姊妹，咱今仔日呢有分享一段短短经文，是路加福音28章。24章28到30。这段经文事实是整个故事上尾啊段。小等下，我会当用规段经文来甲咱分享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甲个偌济煞相连的啦咱顶礼拜有一个真水的敬拜俄勒赞美的礼拜，也分享着圣经记载耶稣国外的故事。那线接这礼拜，事实这个经文就是共一日共过偌济迄日迄个故事咱会当小等的，咱做伙来分享的时，会当过来复习安尼。那故事的发生是伫倒位呢？是有两个学生，要去一个庄头。有甲伊号名叫做以马忤斯，以马忤斯，以马忤斯。这个时空是讲上迄日，13节讲上迄日，门徒中间有两个人要去一个庄头，叫做以马忤斯。讲这个所在离耶路撒冷有11公里，我算的11公里可能是对咱东区行去到倒位，行去到安平大概遐远安尼。无精确来算，但是就是讲用行路都爱行足久那这个故事的起头是安尼，讲耶稣的门徒叫做革流巴，安尼当然这毋是迄11个学生内底一个但是有名甲记载表示这段故事
伫耶稣国外的故事中间真宝贵、真重要，所讲了真详细哦。这段经节所描述的故事，真做一个国外主耶稣国外了，真有代表性，特别是对一位基督徒真有启示的一段故事甲经文安尼。基路伯甲伊的同伴，因事实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啦，因失望、丧志，伫路中咧讲起，这个近来发生的事，行一个所在叫做以马忤斯安尼吼。大概迄个起头是安尼。经节是写讲，因伫路中互相咧谈论所发生拢种的代志，咧讲，奇妙的事发生讲耶稣亲身行活来甲因做阵行。耶稣突然间毋知对倒出来啦，亲身陪伴因甲做伙行。毋过一个足趣味的景象就是讲，既然是耶稣的学生，耶稣出现因毋知，这就值得咱去想，到底是耶稣过活了伊的形体，互人看袂出来呢？也是真正学生都忧愁甲烦恼甲，咱知影人若是咧忧愁烦恼的时阵代志拢顾袂着哦，边仔人甲你讲啥话，你听袂落去啦。大概是这个心情安尼。但是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11公里，原来旧的圣经是甲25里啦，所以这25里咱即马都较无咧用迄个普通的迄个里数，所以用11公里。两个人安尼随头担志，有人研究讲。那离耶路撒冷11公里，毋着细看嘛，看规个四周围到底倒一位是以马忤斯，因为即马现在无迄个装下的名啦吼，有科学家研究考古学家去掘遐个地点，无法度确定伊的所在安尼吼，伊就确定伊的位置啦。毋过因咧研究讲，应该以马忤斯是即个激流巴甲伊的同伴的故乡，毋知。迄天国外的代志遐轰动，毋过因两个人煞心着惊，人烦恼忧愁，要转去11公里外的厝安尼。所以这个所在会当互咱有真多的想象啦吼。这张图有写着迄个有两个较乌色的，边仔一个白白的一个有表示讲耶稣好像有一个特殊的出现安尼。这个咱无伫现场，咱毋知，但是至少有写讲两个门徒袂认得耶稣。但以马忤斯说后来成做一个足有充满着心灵的学习的所在，因为两个忧愁烦恼、真丧志的人，转去家己的所在，伫遐要人讲疗伤就对啦，要去那。我的故乡是一个足偏僻的所在小岛，有时呢，看见阮有一寡乡亲伫外口拍拼，有的是欢喜风光倒转去是有啦，转去安尼买一大堆物件送互朋友，讲我伫外口有成功，但是真侪嘛是拄着人生的一个坎站啦可能有的身体病痛，有的可能事业拄着一个中站。或者是工作变化，所以就等于故乡的所在。伫迄熟悉的所在，迄个天气、即个风景迄个海涌的声来医治家己的艰苦，拢有即个情形。你有你家己心灵的故乡无？咱伫即个白河入去的哪内迄个一个足水的哪内教会所起的就伊个。一个灵修的所在，叫做心灵的故乡。咱人真需要这个心灵的故乡，因为遐是你重新得到快乐的所在。若是你要去得到安慰、得到医治的所在，迄个所在就是你的以马忤斯啦。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以马忤斯。有人叫我去山顶。一个足偏僻的所在，当听水流声，就吹遐冷风，人就感觉清爽起来。
有人爱走去草地草坡的所在，有人可能爱去关伫家己一个密室的所在，拢有啦。所以，那对这两个门徒来讲，疗伤的所在，就是因的以马忤斯哈。以马忤斯有种丰富的意思。咱看见以利亚拍倒遐先知，是真成功、真辉煌的事，总是亚瑟别。咱伫顶几个月有分享伊的故事啦。伊只有逃走，因为亚瑟别要追杀伊。伊走去到旷野，一个路顶树骹伫遐安静落来。伊去到山洞，伫上界丧志的时阵，上帝予伊新的开朗。所以以马忤斯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庄社，现在嘛毋知伫倒位，但是确实两个门徒伫以马忤斯拄着见着国外的主，因生命受改变，生命得到更新改变的所在。咱每一个基督徒都爱去敲找迄个生命改变的所在，可能是礼拜堂，可能是伫一个灵修的会馆，可能是伫你家己甲主亲近的所在。这是一个气力得到改变、生活得到改变、人生得到改变的所在。是安怎？两个门徒有这款的壮志咧。咱小等人看到伊甲耶稣讲的话吼，伊事实即几工发生的代志讲足详细呢，足明白咧，毋过心都无快乐。这是人的问题吼，这人的问题。因为因的观念还阁留伫原来对耶稣的期待。罗马统治犹太人，所以这犹太人老早就一直要用耶稣会当带来自由甲希望，会当拯救因做民族英雄，因拢用这款的期待。所以当面临着耶稣受苦定时计，迄天透早发生大事件，耶稣告我。伫梦里无看到伊，毋过即两个门徒无去感觉到这有甚物变化，伊就感觉讲这代志安尼无甚物通好阁期待所以两个安尼落送行转去要去伊的以马忤斯嘛。因感觉讲无拍算，因要对耶稣得到一个引带因逃放脱离罗马的统治，但是煞颠倒伊拄着迄个十字架的苦刑。这是这个故事的起头。若要讲这段经文对这个13节开始讲，有两段啦，两个场景，就是这条以马忤斯11公里的路，耶稣背叛因。第二段就是今日咱读的经节，耶稣甲因入去伫一个所在食物件。所以耶稣这个时阵出现来背叛因行。耶稣无随甲因讲起讲伊甚物人，伊圣经讲因袂认得伊啦。耶稣嘛无特别甲伊开帖出来，伊用体会因的心情，陪伴因一步一步咧行，一步一步要去体会。这是耶稣一个足贴心的所在。因为耶稣伊个观念有法度能改变一切，但是伊就是要慢慢听看，这个门徒到底心内咧想甚物，到底伊的困难伫倒位。伊的忧愁伫倒位？伊的苦情是伫倒位？主静静听因讲遐个遗憾的故事，体会着因绝望的心中的伤痛。咱导演片内底这图，拢是古早侪画家，用家己的信仰的领袖，一种一种爱甲画出来吼。无共款的画图，拢在讲这条以马忤斯的路。兄弟姊妹，互咱感觉心内真安慰甲感动的是，伫门徒的生命困境的中间，圣经讲耶稣亲自啦吼，耶稣亲身行我来甲因做阵行，耶稣亲身来行我甲因做阵行。诗篇34篇18节安尼甲咱讲耶和华挽紧伤心的人。拯救心灵痛悔的人，耶稣无先甲因讲恁这
实在足无信心啦吼。经历到即个国外的事是恁条条换命更新的事，但是因无去了解，毋过耶稣犹原陪伴因。但是，伫咱人生要行即个以马忤斯的路吼，有的人无一定是足条条、足快乐哦，是艰苦，但且会记得耶稣在陪伴你，耶稣在陪你行即条路，耶稣要亲身听你诉苦，你的苦情。耶稣袂甲你讲你即个人安尼遐无信心。当然后壁耶稣有讲一句话，在甲咱提醒啦吼。他同款，耶稣静静听因诉苦，相信主嘛是愿意听咱讲出心中的忧愁，甲咱的苦闷。像即位。拄则咱已经有讲起耶稣静静听因的故事，体会因绝望甲心中的伤痛。即张图真特殊啦吼！即张图甲耶稣画做第一顶迄个帽啊，吼，佫举一支拐啊，穿的遐个衫吼，足特殊啊！图的故事是咧描写讲耶稣好像一个朝圣者啊，一个伫路中拄着因两个门徒的一个朝圣者吼。用即个来描述，咱嘛有一个追求的即个方向安尼。他故事就倒转来到学生甲耶稣讲啥话，吼，耶稣就甲因关心嘛，陪因行，然后耶稣问讲：恁哪行哪咧议论什么代志啊？恁咧行讲啥？18节就安尼讲，其中有一个名叫革流巴的问耶稣讲：难道你伫耶路撒冷的旅客中间唯一就是讲，大家拢知，干那你毋知吗？毋知影即几日伫遐发生什么代志吗？耶稣讲：到底什么代志啊？耶稣嘛是安尼无甲伊拆破就对啦吼。因就讲就是拉撒勒人耶稣的代志啊，你煞毋知？安尼硬是咧讲话中间安尼。学生就甲耶稣讲，伊是先知，是上帝较正人面前讲话拢有气力。你主要看伊描述的拢足正确的啦。20节，阮的祭司头甲首领甲伊抓去，判伊死刑，钉伫十字架顶。阮原来问伊，就是要来拯救以色列迄位。而且这个代志已经发生3天啊！这句话就是咱拄则所讲的，因的学生就是讲，原来是伊要拯救阮的以色列，无啥算，代志煞颠倒变啦，互人掠去钉十字架，还佫判死刑，安尼足侮辱的咧。20节讲，还佫有咧，阮当中有几个负责人，互阮真惊奇，因一个透早就去望迄遐，讲安那呢，无有看到伊的身躯，因倒来报告讲。有看见天使，甲因讲耶稣过啊！安尼表示即两个门徒吼，代志拢知啦，上新的消息拢伫因遐得到啊。但是听到主过啊，无动无静，迄忧愁甲烦恼继续，安尼什么意思？就是因有看见表面但是事实所带来的结果，因无了解，莫怪因的忧愁烦恼嘛。但伫遮。讲无看见伊，然后耶稣就对这句话讲啊吼。耶稣对因讲，你实在是足愚妄呢吼。咱台语的圣经是讲，你哪会遮戆，心哪会遐尼钝，袂相信先知所讲一切话，安尼遮到遮产生一个交叉点的吼。学生毋是拢顿毋知影，是因为毋知影。事实表象内底的意思，耶稣咧责备，毋是咧责备讲，恁哪会遐伤心啦？恁哪会安尼对耶路撒冷行转来即个以马忤斯啦？伊是咧讲先知所讲的话，恁感觉无要相信，因为对伫耶稣进前所讲，我要过3日要过我，过我的意思是啥物？会改变啥物？因无了解。所以，这个事实的对比，耶稣用一句话，我相信嘛是对咱讲啦。
就是讲啊，你来做礼拜做遐久啊吼，啊，你都有咧礼拜，有咧吟诗，有咧祈祷，有咧学乐，但是你都无相信耶稣的权柄，无相信圣神的权能安尼，啊来遮礼拜是来伫这个所在安尼都参加一个聚会安尼那听，咱常常选择咱所要信的，圣经讲，你着信，搁去行的，咱煞做袂到。啊，或是耶稣对学生讲的话，嘛是咧对咱讲。兄弟姊妹，伊才有写讲，耶稣敢毋是要经过一切才进入荣耀嘛？所以，伊就根据27节讲，根据即个摩西先知所写的，开始向因解释圣经顶一切家己的记载。耶稣吼，11个学生足重要，毋过伊走来甲即两个门徒，即个激流巴都甲即个所在出现，也无伫什物所在。啊，毋过伊就是一五一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甲伊讲，而且吼，搁伫路顶甲因教圣经呢，啊，搁上一课呢，像咱的查经班安尼，伊讲是单啊，伊讲就对摩西甲众先知去，甲因解说圣经中所有关系伊本身的记载。兄弟姊妹，这是一个心灵的路途，这是一个启明的路，这是一个重新改变生命，互学生重新看见迄个所看见的事的实体内面有甚物意思。兄弟姊妹，当咱会当对遮来得到甚物学习？伊毛我书的路，就是主的路。也要互这个基督徒成做新的生命的路。28节讲，因行军要去迄个庄舍，啊，圣经讲耶稣好像要搁赶路呢。啊，若照伊的时间写吼，已经日头要落山，表示讲学生吼早起先经历着耶路撒冷迄个所在喊话起来讲，迄个梦无看到耶稣吼，迄内底毋知影偌扰动就对啦吼。啊！伊下昼吼开始对耶路撒冷行转来啊，因为伊伫遐经历遮个代志嘛。啊，到伫迄个所在要暗啊，因就挽留耶稣讲：日头要落山，天要乌啊，你甲阮做伙住啦。意思讲表示要入去住哦，吼。啊，有诶圣经伊无写明写讲住倒位啦吼，有人是甲写讲是一间客店啦吼。咱拄仔看迄图吼。真侪拢是要入去客店的所在安尼，啊，无拍算耶稣嘛入去哦，甲因做伙住安尼。讲圣经讲，当因坐落来要食饭的时，耶稣提饼向上帝感谢，擘开要互因。到迄个时阵，搁一个新的改变。伊讲因的目睭忽然开，才认出耶稣。这故事真有迄个戏剧吼，戏剧张力。原来是门徒，伊是主人，讲来入来阮遮，吼啊有啥食啥货，因为临时住落来嘛，吼像咱较早，咱庄脚嘛足有认真味，讲来啊来啦，也无差甲迄上帝，有安尼定安尼讲有无？就是表示我也无为着这人客吼，佮看啥物偌好食，啊都有通食，有阮食啥你就食啥，啊加无差迄上帝安尼。啊当咱会去回忆着讲啊，这就是。几工前，耶稣甲伊的学生做伙咧食晚餐的时，一场景，因佫发现啊，因佫出现了。啊，讲因伫迄个祝谢耶稣起饼祝谢，原来是学生做主人，即嘛是换耶稣做主，耶稣做主人讲来，恁要领受到一个新的画面，所以因的目睭开，咱通解释真多啦吼。敢会拄则安尼？耶稣调工，互因看无啊，也是讲因伤忝，啊，毋过伫即个时阵，竟然是伫祈祷，祝谢了目睭才开，这有真奇妙、属灵的意思啦吼，无完全是肉体疲劳，也是目睭无，毋是啦，是因即个时阵发现讲，啊，原来拄则甲咱讲的是咱的主啦，无怪吼，咱是心的火热嘛。我的目睭开，心有火热，是伫即条心灵的道路中间完全得到改变。啊，所以。耶稣甲因做伙食饭，食八饼。耶稣讲话的时阵，门徒内心起了变化，心中火热，亲像火咧烧，毋是对外，是对内心，对心内来发出来，真奇妙吼！迄个火热哦吼啊，
甚至火咧烧，因为耶稣咧擘饼，若枵的时阵吼，心都无啥会烧，赶紧要食物件，食好饱，心是安尼火烧，火，甚至火咧倒，是耶稣互因看见即个生命的真理，即个国外的主伫因的面前。所以这是一个彰显着圣餐奇妙圣餐的时刻。主耶稣摕饼向上帝感谢，然后擘开，互因看，因的目睭就忽然开啊！这是一个奇妙的过程。当耶稣入去这个家内，两个学生互耶稣做主人啊，因的目睭就拍开，看无家己，屈过家己，互主来擘饼。因为这个人客入来，因也袂认得伊嘛。照讲是主人吼，咱无定定有时招大家食饭，咱嘛主人讲来，咱来感谢，是主人感谢才对嘛吼。嘿，当然有诶会友甲牧师食饭，看到牧师，牧师互你感谢安尼啦吼。但是大概有诶人感觉讲，这个是我做主人，我都爱来感谢。但是话，你我是毋是伫迄个制度诶中间？你是毋是伫咧聚会中间有尊耶稣做主，互耶稣做主来带的时阵，讲咱目睭就开哦，咱的心就火热哦。所以咱会晓邀请主来做咱生命的主。所以咱能理解讲，耶稣的陪伴，门徒的心中起了这个属灵的变化。什么属灵的变化？就是讲，耶稣迄个是过我的身体嘛。我有感觉到、感受到讲，耶稣咧陪伴因的过程中间，好像是咧表示着耶稣无偌久，伊要上天有无？伊甲学生讲，恁着要伫耶路撒冷听候，我要找圣神临到恁，圣神来临到恁，你要重新得到开力，你要有开力人传福音，你要有开力人做见证。耶稣伫这个时刻，讲是一个小小的示范啦吼，描述讲。伊伫遐改变因，所以表示着日后伊要找见圣神降临，诚侪保惠师，赐着信心甲能力，伫即两个学生中间，先做一个演示，嘛是做一个提醒，讲你看，这是我后来要做的事，恁两个人先担着即个滋味。兄弟姊妹，耶稣对门徒讲出新的意思，上悲惨、痛苦、绝望的情况。拢要诚做通往渴望得到自由甲新生的路径。学生原来是安尼忧愁烦恼，安尼就想讲，即个朋友安尼遐好心陪我行遐远吼，行遐日忝，无招你来食饭，拢是一个普通的人之常情啦，好客，也是讲古早庄脚所在，大家做伙食饭，无想讲伊一个邀请，耶稣就改变出因的生命。兄弟姊妹。咱会通去体会到人生的伊玛乌斯，是门徒心灵的路程，学生甲耶稣的关系改变。耶稣原来对一个青疏人，亲近成做咱旅途的伴侣。兄弟姊妹，有时咱人生的路途吼，有时毋是种实体行伊玛乌斯的路啦，有时咱伫人生的旷野，有时伫咱人生一个方向要行，毋知什么人要陪伴咱，咱可能伫遐。讲出忧愁的话、烦恼的话、丧志的话，人生的苦难拢伫我身躯啊！我哪会遐歹命，哪会遐歹运啊？请你会记得耶稣伫你的身躯边，要听你讲。你的心有小小火热无？这是主要互你体会伊甲你体会着伊甲你同在的时刻，用一个足微细，也是讲。足幼路，也是讲足敏锐的心去感受到耶稣甲你同在。迄个圣经的话有诚做你一个开力，甲一个信号无？有人有一个小小的信号，你就一个新的开力出来。有人吼顿顿啊，拢毋知，都过去啊。兄弟姊妹，咱需要邀请耶稣，诚做咱的伴侣，耶稣陪伴咱行。耶稣会讲我。那卡数之间是一个传说，那今仔日是加一个奇妙的记录，那定甲咱无关系。但是耶稣的告我是你甲我生命有相关的，产生了决定性的改变，把咱的生命得到更新。这才是咱
感受到主耶稣告我对咱的一个能力、气力、生命的改变。啊，这个是咱基督徒上帝重要爱去掌握的。有时吼，咱讲告我，好亲像耶稣这款告我的大事吼，啊，咱才记伫咱心内。事实呢，你甲想伫咱生活中嘛有真侪告我的事件呢。告我吼，这两字吼，毋是亲像耶稣这款神奇的大改变，有时伫咱生命中嘛有担着迄小小的迄告我的代志。譬如讲，咱生活中会拄着告我的事件，有时咱看见一个球类比赛吼。啊，这个比赛原来这个输都准备要收打吼，无拍算讲到第9局的最后一个捌打拍出去讲哇再见安打，啊无再见全垒打，反败为胜。啊，足侪人爱看迄个网球，迄网球嘛足奇妙的哦。头前你输啊，人已经对方已经要吼，最后一粒啊就会当结束啊，这个 match point 啊，毋过吼。人伊都继续坚持，哇，一分佫救倒来，不过平手佫换伊要胜利啊！有真侪迄个败不复活的代志啦。以前讲复活，就是原来无可能的代志变事实改变咧。兄弟姊妹，咱毋通伫人生的迄个路途中间吼。啊，未情输，啊，就先放弃啊！有时上帝拢是你最后迄分要互你得到，啊，你未情伊就甲放弃去啊！咱真侪兄弟伫公司、伫事业伫做，有时真侪生理吼，足侪客户案啊，有时人已经甲你单调啊，毋过重新佫受到采用呢。咱讲叫做重见天日，重新复活安尼。啊，这拢是咱人生定来会拄着的代志啊！有时吼，咱甲一个朋友咧交陪咧同往，啊有时吼真侪误会，无偌久误会改清啊，大家佫重新恢复较早迄款咧迄个美好。上出名的故事，咱知影浪子回头的故事。路加福音这段中记载讲，伊的老爸真正安尼讲哦，老爸讲，我这个囝是死过我，就是讲伊的全部生命得到改变。所以，迄个告我有真深，也是讲真宽，也有真侪种迄个理解呢。伊讲我的这个囝是实去得到的。兄弟姊妹，最后咱用一段经文来做回复。约翰的1书5章13到15节讲：我写这个是要互恁信上帝的囝的人知，恁有永远的活命。咱伫上帝面前勇敢无惊，因为咱若照伊的旨意祈求，伊会甲咱听。15节讲，既然知伊会听咱的祈求，就知咱对伊所求的有得到。这是约翰一书一段对咱一个信仰的一个再肯定就对，佮再提醒啦吼。咱人安尼做一个简要的这个做一个归纳。第一就是讲，信上帝囝的人，你就是有永恒的生命。就是有这个学生，因原来实际要放弃啊，耶稣互因得到一个新的愿望甲人生。第二是，咱伫上帝面前，既然你相信主耶稣告我的权柄甲能力，咱就会当伫主的面前讲坦然无惧，就是你无有任何人烦恼忧愁的啦，你勇敢对主来求讨。小等下咱要做一个异地的祈祷，关键伫遮，你有信耶稣基督是告我的主无？信的人要得到永远的生命。第二，你有勇敢坦然伫主的面前，无惊吓。因主耶稣的告我是将生命的这个告我的较久，是生活中拄到的艰难挑战一个新的气力甲力量。这是咱大家人一个真关键的时刻。兄弟姊妹，咱想象咱亲像这位耶稣的这个学生，因安怎对忧愁、丧志烦恼，重新得到新的开力。那愿望咱大家会当对这得到一个新的启示。兄弟姊妹，这个时阵我要招咱做一个回应的祈祷。
咱就要请咱兄弟姊妹，你有亲像主家咱圣经所讲的，我确信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国外的主，我对伊祈求，伊就要应允，所以咱要徛到头前。因为咱即个疫情的关系啦，咱就无用换手，所以牧师会一个听书来甲恁邀请。总是咱犹原要请这个代祷者徛来头前，甲因举手，甲因做祝福吼。咱先来祈祷。主，阮的上帝，你的听伫阮中间，阮领受对天顶来的祝福甲恩典。爸上帝，阮知影你有大能力，你有大开力，你阁有平安。主啊，阮看见门徒对原来忧心烦恼失志，主耶稣陪伴因行这条以马忤斯的路，因心有火热。当因看见耶稣擘饼，尊主最大的时阵，因的目睭就开，看见耶稣基督，国外的主。这两个学生是何等的恩典！阮就是迄两个学生，阮有忧心丧志的时阵，总是主无放弃阮，陪伴阮。爸上帝，愿你的灵甲阮同在，阮领受这个国外的主，对主，因为阮信主是上帝的囝，有永恒的活命。阮伫上帝面前要坦然，无惊吓。阮要伫面前对主所求，拢要得到。主，阮伫你面前，将线顶以及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交托你，互阮逐个人拢领受这个新活命、新开力。因为阮心火热，阮的目睭要开。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下面敬拜团要带咱唱这条《使我自由》哈，《使我自由》。然后这中间牧师讲几项：第一，你身体有病痛软弱需要代祷；第二，你有心灵上的软弱有烦恼跨入的事嘛会通；第三，你有要接受祝福的，拢会使行来到你头前。咱因为疫情的关系，咱唔免坐徛伤哇吼，开人就好。咱其他的服侍同工也来徛伫边啊，咱要为着这兄弟姊妹做医治祝福的祈祷。咱的长老甲代祷团队，咱来进来吟首诗歌，吟的中间咱就开始出来。咱把握时间哦吼。这吟的诗就开始来。做自由的心啊，请你要接受祝福祈祷的来到后前。让天的生命，让天是心流的酒。来，请这免客气哦吼，大家做伙来。出我心中的平安，爱的心啊。客气到头前，要受祝福，要心得到安慰甲开力的，拢在头前吼。会较中不要紧吼，较中来。让我自由。搁一遍来继续。免客气，也较我来吼，免客气哦吼。咱请长老甲代祷团来徛伫边啊吼，咱要来举手甲因祝福祈祷。我心中的不安，只为心啊，你的道位就自由，谁来谁了，那可当当，做心为好我自由。咱音乐细声，牧师要先邀请咱，因为咱这摆无换手，总是要请咱这个欢喜受祝福祈祷的兄弟，你心中先安静，甲主讲主啊，我徛到主面前，我凭着信心来，我要将我的困难交托给主，你伫心中来讲出你家己需要代祷的事项，然后阮大家要齐声来推恁祈祷。1分钟的中间，你伫主的面前摆着你家己的困求甲需要。
心内甲主讲，主我爱得到心款的医治，我将我的病痛、将我的软弱、将我的欠缺交托给主。这个时阵，我要请正会友拢起立好无？举起你的手来这的同工，咱的敬拜团要唱这条诗歌，大家齐声大声做伙开嘴，来为着这的兄弟，来因的欠缺、心内的需要，因的肉体病痛、心灵的需要，咱齐声跪声来祈祷。亲爱的主干上帝，感谢你的恩待，甲保守你的圣心，你啦，感谢你，你亲自顾守，顾守里面一个兄弟姊妹成就主啊！因有身体软弱，因有病痛，因有心内艰苦，因有忧愁，因有欠缺，上帝你圣神大大赐落你的恩典甲医治，你的透放甲平安拢伫因中间，愿圣神大大医治，大大透放。上帝，阮知影你是活命的主，你是救我的主，你是大能的主，你的平安甲医治，要享受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中间，有肉体欠安，有心灵的忧愁，有心内看虑甲烦恼，有侪侪的这个重担，上帝你亲自甲因渡开，圣神做工，医治甲透放。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搁一遍，唱一遍诗歌来。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生命，换出我生活中的忧愁，换出我心中的不安。举起咱祈祷的手，我的心啊，你伫叨位？叨位就有自由，世间最有落苦当当，主的心话予我。世间虽有，世间虽有落苦当当，主的心话予我自由。牧师要做祝福的祈祷，咱请头前这兄弟，你把你的手放伫你的心，咱奉主的名来祝福祈祷。主，阮的上帝，你看阮的内心，你看见阮用信心到你的面前，阮就摆伫你头前这兄弟祈祷。主啊，因较无主圣神的临到，主耶稣基督，搁我的活命的医治。主啊，因有的有肉体的病痛，有的有检测有骨头方面的酸痛，有的有开刀需要复原的，有的有心灵上的软弱的，有的有神经上的病痛，有的有内脏的病痛，有的有五官方面的病痛。主啊，你知，你比大医生搁较知影因的欠缺甲需要。主，你是要凭着信心赐落你的医治，阮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凭着信心领受对上帝天顶来迄个全然的医治，毋但是医治病痛，也要医治阮心内的创伤。感谢主，因为主你看阮大家是毋是有动心，是毋是伫你面前谦卑交托，是毋是伫你面前将家己的艰难困苦摆伫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成全，求你应允，阮每一个人伫你面前的恳求甲祈祷。阮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受主来帮的兄弟，因得到上帝你的应允，得到上帝你的医治甲透放。祈祷拢是我靠无罪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用拍拍耳朵主，感谢主，多谢大家回座哈，大家回座，谢谢。咱随煞节有一个特别的节目，就是咱。已经咱的这个大道团吼，总务带导时间拄好到月底结束，咱后季开始要阁有新的一个团队，啊，咱真欢喜有安排到吼，咱的美满姐有伫倒位？美满姐伫倒位？来，咱请美满姐起来哈，伊要讲伊参加大道团的见证，来拍拍来欢迎伊来，请来。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好，我姓李，我叫美满。非常感恩咱富强教会有这个中保大道团的实力甲团队的实力，
互我有即个荣耀来参加即个服侍。足感谢上帝嘛，互我有即个机会徛伫遮来分享伊的荣耀。其实我是带着足感恩的心来参加咱即个代祷团。我非常感谢咱代祷团所有兄弟姊妹为阮全家人的祈祷。伫遮，我先甲咱代祷团的兄弟姊妹，甲恁讲一声谢谢，多谢恁，有恁做好的。其实上帝的恩典满满，我讲袂尽。伫我还袂信主以前，我真经拜了将近要20档的天地教的上帝。毋过，伫即个所谓的上帝，伊并无为我甲我的家庭带来任何的帮助。我伫109年，我伫98年7月12日，阮全家人做伙受洗，成做咱真正的上帝的囝儿。因着耶稣，我的身体豆豆好起来，我甲我先生关系嘛好好啊，甲囡仔的关系嘛豆豆好转。毋过伫即几年的中间，因为大家工课真无用，阁有对真理无足认捌，阁有甲阮带阮的人嘛是有关系，所以阮就是对一个宗教拜到另外一个基督的宗教内底。伫即个过程内底，阮根本无定睛伫咱的上帝，反而伫定睛伫人里，所以阁伫即个撒旦的白贼话、似是而非、控告、定罪，其实互阮全家人带来足大的伤害。有一天，阮的囝儿甲我讲，伊所信的耶稣，甲我所信的耶稣，竟然毋是同一位耶稣。所以，我甲阮的后生祖囝，阁再度会决裂。伫旧年的时，上帝伊对阮翁仔某做足大的破碎，囡仔甲阮着亲像冤仇人共款。有一天半暝，因雄雄甲阮讲，因要搬出去啊，就是安尼，因兄妹仔着搬出去啊。伫迄几年，伫迄1-2年的当中，阮翁仔某活着亲像行尸走肉，阮毋知影要安怎面对阮的亲人，阮嘛无法度对任何人开喙来传福音。阮搁较无法度面对咱基督徒，因为我对咱的基督徒是足侪的惊吓。最后有一天，阮走找着台北一间教会牧者来甲阮帮衬。有一天，阮翁仔某带着破碎的心，阮来到台北这间教会聚会。当聚会结束的时阵，有一对少年的翁仔某，因足欢喜来甲阮讲：美满姐，恁对台南来哦，有够好的，敢会当请你去台南，甲阮的爸爸妈妈因关心，因拄啊当受洗尔，足需要人的关心。你敢知影咱这奇妙的上帝？伊用阮这对翁仔某遮尔破碎的心，阮是去求人甲阮斗相共的，搁告上帝互，因为安尼甲阮带转来咱富强教会，伫106年甲阮带来富强教会聚会。经过几啊个月了后，我提起勇气来参加咱即个基督代祷团，参加咱即个恩典基督代祷团。我第一届参加小组的聚会，伫我聚会中间，我甲因咧自我介绍的时阵，我甲因讲，我后生祖囝的情形，我希望恁逐个会当为我的囝儿来祈祷。当聚会结束的时，就是自然姐妹，伊甲我讲，美满，这是谎言，你爱赶紧起来征战。就安尼，伊甲我的手牵的带去办公室，甲我为我写代祷卡。念台咱即个代祷卡真正非常的奇妙。即个代祷卡，我自从写即个代祷卡了，我的心渐渐安定落。我相信我的后生囝儿一定有救，因为咱的上帝是听咱祈祷的神，咱义人所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就安尼。奇妙的上帝伫108年正月份，我的后生真正搬转来厝大，嘛开始去教会聚会，而且
上帝搁较奇妙的，就是甲我的祖囝，我的祖囝甲我上对立的，伊竟然使用伊大学的同学，咧走找教会的时阵，甲我的祖囝带转来咱富强教会聚会，并且为我预备一位非常优秀的囝婿。迄当时我的囝婿伊根本也毋捌入捌上帝，但是上帝用足奇妙的方式，互伊来参加咱自然小组的幸福小组。伫1808年12月，我的囝婿受洗啊，成做真正上帝的囝儿。而且伫1809年2月20日，伫咱富强教会举行婚礼，而且甲我遐未信主的厝内底的人，甲我的所有的亲人，拢带咱富强教会做伙敬拜咱的上帝。这真正是非常大的心意。我直接要感谢俄罗斯，要将所有的荣耀、权柄、威严、权柄、能力，拢归乎咱的上帝。哈利路亚，俄罗斯。其实，阮全家人拢是即个大道团的受益者。我伫1809年用感恩的心来参加咱即个大道团。拄我开始的时，其实我的内心非常的惊吓，我根本无法度开嘴。我当入去甲咱每一届入去甲咱的祈祷室，我就是哭啊！足忝的是，我着困去啊。每一届困精神，时间嘛到啊，足歹势。我敢若来甲上帝签道共款。毋过最后我开始偷偷啊拍开咱遮祈祷卡的时，我看到所有遮侪人写的代祷内容的时，我的心渐渐开了。因为我的问题已经毋是问题啊，原来有遮侪人的问题比我拢搁较严重。一直以来，咱的上帝不断地甲我修正，互我伫即个大道团的期间，上帝嘛不断地甲我医治、讨白我，搁甲我建造，互我的心，我软弱的内心变成搁较坚强，搁较壮胆有力量。互我会当甲上帝和好，甲家己和好，嘛互我甲人渐渐啊恢复关系。感谢上帝，伊大声坚固我，互我会当加做别人的帮助甲祝福。所以伫旧年，恁拢知，我的查某孙，我的外查某孙，伊发生非常严重的医疗事故的时阵，互我会当即时加做我的囝婿，甲我祖囝的扶持甲帮衬。伫遮，我要搁一届特别甲咱的谢牧师，甲咱全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甲大道团，恁搁甲恁献上一届感谢，非常有恁，恁一路的恁逐个为阮全家人的祈祷、甲帮衬、甲阮扶持，互陪伴阮行过遮尔啊艰难的日子。伫遮非常感谢咱的上帝。足感谢咱的上帝，伊伫即段期间，其实伊就是要互我搁较明白，伊就是要扩张我，伊就是要更新我的视野，爱我莫搁定睛伫环境，乃爱定睛伫咱即个荣耀的上帝内底。上帝嘛爱互我学习一段足大项的工课，就是叫我不要再抱怨了。因为较早的我，不时问上帝讲是安怎，是安怎，是安怎是我。毋过即摆我就是凡事感谢上帝。因为，就亲像旧年我的后生出车祸，我第一句话就是讲感谢上帝，至少伊会当敲电话互我，表示伊搁活。感谢上帝，我会就有机会。上帝一直咧甲我修正，为着就是要互我会当搁较会当加做搁较侪人的祝福。我伫遮期待咱搁较侪兄弟姊妹，恁会当来参加咱即个祈祷大道团。即个祈祷大道团其实上大的受益，参加即个大道团其实上大的受益者就是咱家己。我不但会当医治人、讨别人，佫会当诚做佫较侪人的祝福。而且我嘛要鼓励咱所有兄弟姊妹，假使讲恁身躯有重担，也是有需要写大道的人，恁莫歹势，咱有一个黄色的大道卡，希望恁赶紧写入来，互阮逐个会当做伙为恁祈祷。假使讲咱来做伙见证咱上帝的荣耀的大能。假使讲咱的上帝若有甲恁应允，我嘛请恁莫当心，爱会记你去写迄个粉红色的祈祷卡，来感谢
来互阮大岛团每一个兄弟姊妹做鼓励，嘛做伙来荣耀咱的上帝。我要将所有的荣耀拢归乎咱的上帝，这是我的分享，多谢大家。美万姐实在是因夫妇无简单啦吼，伊毋是逐个时阵拢平顺哦，是坎坷一个过一个。那软弱的人就老早离开上帝啊，毋过因就是愈勇敢愈虔诚主，实在是真值得咱来学习啦吼。咱继续替伊祈祷，互因真侪伊的家族一个见证会出口，上帝恩典。牧师借即个机会，咱即个时阵吼开始来收奉献，无牧师来做即个报告，恁开始来收奉献。牧师甲即个报告了，才来做奉献的祈祷吼。恁开始来收奉献咯吼。咱注意看到迄个任务迄3张卡。吼，3张卡就是讲有蓝色的代表教会事工，你有小组长，你有啥物团契的事工要带倒的，甲写落去。第2种黄色的，就是一般你要带倒的部分，吼，你个人需要带倒啥物。第3就是种红色的，吼，粉红仔色的，就是你有得到上帝恩典，你爱写讲啊，我得到上帝应允。啊，咱教会即个带倒团队哦，实在是上帝特别的恩典甲祝福。你嘛看讲，即个组织吼，啊有较早一定这，即马一定顶落，即马咱的即个持保老师安尼咧运作，改成安尼，真简单哦。其实做侪教会做袂起来，你敢知？因为无人嘛，无人要参加，就是讲你无感动到啦，你无得到，你就是为啊2摆3摆就为啊。但是咱的教会毋是哦，伫咱开始建堂开始到现今，上帝真正透过大人同心的祈祷，一件的应允。啊，所以，若你还未报名，赶紧，因为咱后礼拜就要车牌啊，赶紧伫即礼拜来甲签名吼。啊，牧师佫报告第2项，咱的大岛团要伫5月20是拜5暗，咱要请即个刘进展牧师，伊是较早福气教会即个大复兴的中间的一个牧师，啊，伊要来甲咱操练祈祷，吼，操练祈祷，啊，所以迄个拜5暗哪会当？啊，望讲疫情无受影响，会当实体聚会，大家做伙来5月20拜5暗。佮另外5月29，因为伊无法当煞礼拜日啦吼，佮5月29的礼拜日，伊要来遮甲咱做培灵吼。啊，牧师甲咱做一个预告，欢迎咱大家拢参加即个大岛勇士的团队。后来，这是咱请师傅来带咱做奉献的祈祷，感谢。会众请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如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见大无比，我愿意献为你，奉献你所心事，何他我主。会众请坐。伫报告的大声，咱来读经本位金句，请来读一遍。伊伫查令亲身担当咱的罪，伫伊的身躯，互咱换做迄面死的，人会换伊即面来活。对伊的伤痕，恁得到医好。你的真书2章24节。这是我来报告，请会将咱掀开周报第2页，下周的事项当中，司礼是罗建林执事，其他的附属当中，请咱大家来注意。顶周甲本周逐项聚会的出席的信息，请咱大家来看。肢体交通，本主日为台南家庭协调中心的奉献主日，请咱持续为这个事工来带导甲奉献。咱来看第4点，因为疫情的再搁一道的严重，所以社会有一寡应变的措施。今仔日的爱心午餐甲心灵转角嘛停止运作，搁有其他的措施，咱家己来注意。来看
第6点，教育装备的报告有开一寡的课程，请咱兄弟家己来看。第8点，咱有定伫5月7礼拜下晡来举行财务的演习，请咱遮迄个参与的人员来注意下骹的事项。第9点，咱逐个单位有征求志工，请咱用有备心来参与。牧区甲团契消息，咱请大家来注意。关怀大岛的事项，咱持续为着下骹的事项来关怀大岛。奉献甲精神的部分，请咱大家注意有出入的，咱用会计人员来跟进。以上，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咱即个有关疫情的部分就无写了足详细牧师毋免阁加解说总共就是讲兄弟姊妹，咱即个新的即个疫情的情形，就是讲咱大家要保护家己的健康。因为除非政府阁发布讲第三级大家阁关在厝的，若无咱拢有可能啦我当有测讲我边仔啥物人会得着，重要是讲若得着嘛无讲偌严重，就在厝食一个感冒药就好安尼。所以若无煮有风邪的，也是讲遐身体较特殊的，可能爱家己做一个自我保护，较少去济人的所在遐爱戴口罩的，尽量避免，安尼可能就通度过。这是咱可能台湾要迈向完全开放一个，即关爱过就对啦即关无过无法度，你就定关定拍袂了咧所以请大家为着即个事祈祷，望大家拢平安咱教会嘛有兄弟开始为着讲，因为某物你的同事啦，你的啥物人有得着，你袂使出来，拢开始有即款情形。咱求上帝保守咱的国家的防疫政策。若到时几万人得着即个代志就爱安怎？迄重症的人会得着照顾，轻症的也佫得着医治，安尼上好请咱大家为着这事继续祈祷。第2项就是有关这的。事工呢，拢有记录伫遮请大家三甲配合。若暂停的事工，咱请大家体谅啦咱望讲会当紧即个疫情会当恢复起来。咱因为咱顶礼拜是过偌济啦所以咱算讲即个见证甲异地祈祷的时间排做伙所以请大家原谅无本来应该拆开啦因为咱顶礼拜是过偌济，咱就无法度人只好咱就甲做伙，望讲无影响咱的时间。咱今仔日真欢喜有新朋友来咱中间，咱有一个张淑慧、陈锦平2位姐妹来咱中间，咱来欢迎好不好？来，请起来，我们欢迎你。好，欢迎你。他们这2位对桃园来，讲是咱的出身的团队瑞平啦，瑞平的教会啦，瑞平的教会是南坎大安教会专工来。阮台南台南要食小吃是会当来遮佚佗欢迎你，拍波欢迎你，多谢。好咱可能咱暂停即个中昼的午餐所以祝咱大家出入拢平安，多谢。上营会众请起立来吟上营的诗歌，吟诗煞咱请牧师来祝祷。天天主宰，从这地的大海，和风万里，朗朗的波天，昂心而乐兄弟，而乐三位一体，行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帮赞，甲伫实体礼拜兄弟姊妹线顶的所有兄弟姊妹，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阿免。阿免。大家请坐，咱默祷来避讳。
今仔日第一堂的礼拜到这结束，请会众互相请安问好。